大家好，以下係一則最新消息。日本九州熊本縣喺28日下午4時27分發生咗立氏規模7.1級強烈地震。日本氣象廳已經將呢次地震正式命名為令和8年熊本地震。根據今日29日官方嘅最新統計，地震目前已經不幸造成13人死亡、數十人受傷，另外仲有多人失蹤，搜救工作正全力舉行。在最新災情進展方面，以下有幾點特別注意。地震發生後，氣象廳曾一度發布海嘯預警，目前海嘯警報已經全面解除，民眾可以暫時安心。災區現況：熊本縣內出現大規模嘅停電同埋斷水，知名地標熊本城嘅石牆發生倒塌，位於加島町嘅永旺夢樂城熊本商場更加傳出嚴重嘅崩塌同埋爆炸，八代市亦都有製紙廠嘅煙囪折斷倒塌。核電廠安全，根據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確認，當地嘅仙台、沿海、村內及伊方核電廠目前全部運作正常，冇異常回報。交通全面中斷 ，JR 九州目前已暫停所有列車服務，包括九州新幹線同埋西九州新幹線。熊本機場嘅跑道昨日一度關閉，目前航班仍有大規模嘅延誤或者取消。日本氣象廳特別提醒，未來1週內特別提醒呢2-3天內非常有可能再次發生相同嘅規模嘅強烈餘震。如果你個人目前喺九州、日本九州或者近期有計劃前往嗰度嘅話呢，請絕對要避開海邊、河口以及容易發生土石流嘅山坡地區。報導完畢，多謝各位收睇。